報復。羅馬書12章19節，親愛的不要為自己申冤，寧可等候主的憤怒，因為經上記着，主說：申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喺信靠神嘅道路上，其中最困難嘅一點就係公義嘅問題啦。當我哋遭遇唔公平嘅時候，總係想睇到犯罪嘅一方受到懲治。我哋渴望伸張正義，特別係當自己係受害人嘅時候。如果冇好快咁樣去得到報仇雪恨，我哋就會變得非常冇耐性啦。但係神警告我哋，報仇雪恨唔係我哋嘅特權。喺彌迦書6章8節嗰度話，我哋要渴慕公義，但係就唔可以自己申冤報仇。正如主喺馬太福音5章44節嘅教導，當某人傷害我哋要選擇饒恕，並且以愛嚟回應傷害。伸張正義係神嘅事，佢係非常愛世人嘅，以至於佢唔允許罪惡唔受抑制。我哋喺彼得後書3章9節嗰度睇到，彼得係斷言，神並唔係擔言佢俾我哋嘅應許，乃是喺度審判之前耐心咁去寬容我哋。但係神已經預備好絕對嘅終極審判，到時候冇任何嘅罪可以唔受處罰嘅。刑罰唔係落喺佢嘅愛子身上，就係落喺嗰個犯罪者嘅身上啦。正如保羅喺哥林多後書5章10節所講，每一個人最終都要為自己所做嘅每一件事去負上責任。神係絕對公正嘅，只有佢可以擔保公義完全得到彰顯。如果我哋係冇耐心，想自己去申冤，就係假定自己比神更加有智慧啦。如此一來，就係公然咁去透露出自己係唔相信神會做啱嘅事嘅。只有信任神擁有最高主權嘅智慧，先至能夠由自己嘅憤怒同埋專注於加害者嘅情緒之中釋放出嚟。倘若拒絕相信神嘅公義，我哋會變成苦毒同埋憤怒嘅奴隸。一定要管理自己嘅心，相信神必定執行佢嘅審判喺嗰啲敵對佢嘅人身上。求神賜我哋一顆謙卑信服嘅心啦。阿門。